各位好，歡迎收睇2025年5月7日嘅香港每日熱搜榜。本節目由以下商戶精神上支持。香港每日熱搜榜第6位，陳慧琳 Season 2萬人結界演唱會公開發售，你又會唔會去搶飛呢？第5位，歐陽曼城 Jamie O Yang 宣佈將於6月14日嘅香港體育館舉行棟篤笑。第4位，全港戲院日將於5月10日舉行，觀眾可在全港53間戲院，以票價30元，欣賞電影。第3位，印巴衝突升級，巴基斯坦9地點遭轟炸8死35傷擊落印度5戰機。第2位，國際米蘭與巴塞隆納在歐足聯冠軍聯賽4強第2回合上演激戰，國米以4比3險勝，3年內第2度進軍冠軍戰。第1位，灰狼對勇士，熱搜第1位都係體育賽事。2025年 NBA 西區次輪季後賽 G1， 首戰由金州勇士作客挑戰明尼蘇達灰狼，終場以99比88，系列賽1比0領先。以上就係今日香港熱搜榜，多謝各位收睇。祝各位身體健康，下次再見。